好，来继续来看屏东潮州赛新虾的比赛。本地是今年5月要来举办，无奈因为疫情一直咧延期，导致的养殖户已经来饲出着超过40公分长的新虾，佮甲号名号做巨巨。安尼苦苦来等待，就是等袂着比赛。考虑到成本，只好先甲这个巨巨甲处理掉，甲食落不倒底咯。啊，讲这个赛新虾的比赛。 即摆确定要延到11月初6来举办，也是有袂少虾仔农无惜着成本，甲这个虾仔留落来，要来参加比赛。甲泰国虾仔摕出来相比，和一个查甫人的前手骨拢要平长，身长至少超过40公分，看起来真肥真高只。好啦，这个就是公虾啦。啊，母虾的话，像这个就是母虾。甲虾仔饲甲这么大只的是屏东这位陈先生，用7个月自虾仔看伊一天一天大汉，为着送伊比赛。不过比赛因为疫情延期，上尾也敢若会使先食落巴肚底。要让它长成这样，你量不能太多，而且它要混养。 你不能单养泰国虾，这样子养不出那么大一只啊！电钱、租金、人力，哩哩扣扣加起来，逐个月都要开2-3万。考虑饲虾仔的成本，敢若使先送伊去淘汰。不过就算减少这只，事实上虾仔农饲的比赛用虾仔超过30公分是基本型，超过40公分嘛真济。他们在养虾的技术里面非常的纯熟哈，虾种里面哈，其实还有很多巨虾哈。 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赛神虾比赛。屏东泰国虾4800多户养殖户当中，潮州就占4成，年产达破亿。自1808年开办的赛新虾活动，逐年总是闹热滚滚。今年为疫情延到11月初6登场，袂少虾仔农要是无咧算成本，甲虾仔留落来比赛，到时阵就会使看到一只虾仔比一只虾仔搁较大只的闹热场面。